民间团体公布2024年总统参选人的数位证件调查。在通讯传播的组织方面，民进党的赖清德，伊是肯定即卖的制度，也毋过伊嘛强调这公平会的立场，着爱徛好在。郭台铭是认为讲这分工有争议，行政院应该爱出面来协调。也若新闻议价的转发，国民党的侯友宜伊是赞成甲数位平台收5%的金额。也若郭文哲虽然讲无正面的回应，也毋过学者表示，郭文哲捌有相关的支持言论。数位科技进步真紧，加上总统大选就要到位，民间团体邀请4组总统参选人写数位证件问卷，24公布各解释内容。在通讯传播组织部分，民进党赖清德认为，数位竞争议题，公平会爱扮演一定的角色。国民党侯友宜质疑 NCC 独立，民众党郭文哲无特别表示意见。郭台铭是认为最近 NCC 个案引起争议，主要原因是执行者的问题。数位的一些个政策可能也会有一些竞争的议题哦，他认为说，公平会哦应该在这一边要扮演一定的角色。郭台铭认为说，未来通讯传播一定还是会面临到有一些职掌分工的问题哦，行政院出来沟通协调的角色。另外，因为网络普遍冲击传统媒体，最近引起讨论的新闻议价议题，侯友宜、郭台铭拢表态支持设立专法。赖清德是讲专法是选项之一，关系无正面回答到问题。不过学者表示，过去关系捌有相关支持的言论。他过往曾经对新闻架法案表达支持，因为在今年9月1号记者节的时候呢，他声援记者，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支持。他也非常赞成要征收我们熟悉的这些数位平台像 Google 啦、Meta 这些5%的一个销售金额，那成立基金。曾部长表示，写问卷可能是跳过伊回答，或者是找人代写。为了解参选人真实立场，而且继续观察过去发言，甲未来论述，才能明了参选人是不是用带台湾走向科技的时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